我喜欢你，我真的喜欢你。你考虑一下。走，你干什么？我真的喜欢你，你考虑一下。我真的喜欢你，怎么那么准啊？姑娘，这位姑娘，您今日桃花正盛啊！若50遇到心上人，定能成就一番美满姻缘。但要注意，若是50之后遇到心上人，轻则伤心难过，重则孤老终生啊！赵勇，你做什么？你不是不让我帮你追邵雍了吗？是啊，所以我自己追啊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是大王，是男人，大庭广众之下对一个侍卫告白，你让全天下人都知道他们的大王好难疯吗？那我怎么办啊？鬼知道我们是不是能换得回来啊？每天看着邵雍大人被各种调戏纠缠，我就难过，我就伤心，我就抑郁。我对他一见钟情，为了他，我关闭了名震天下的饕餮食摊。为了他，我低三下四的求你。而你呢，三番五次的拒绝我。我除了自己去说，我还能怎么办啊？就算这样，你觉得你们能在一起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把我的心意表达就够了。你真不知该说你是傻还是聪明。罢了，为了避免你再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我勉为其难答应帮你追他。不过你听好，怎么追是我的事，你不能指手画脚、啰里吧嗦。至于他答不答应，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。你不能再因此损坏我的名声，怎么样？好说，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是。一定能，我一定能追到。哎，回来了！哎呦，恭喜！恭喜邵大人平步青云，即将成为后宫之主啊！臣见过王夫大人。哎，我说王夫大人，要不你回去和大王好好说说，看看他还需不需要南妃子，好让兄弟们享享福哦。你们太过分了！邵雍，拜见大王。哎，邵雍大人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大王，臣说过，臣不好南风。啊，如果你再这样相逼下去的话，臣就只有一死。你干什么你？死什么死？哎呀，这个上次的事情是个误会，我上次是替他向你告的白。她叫达喜，是寡人身边的一个宫女。她从进宫前就对邵雍大人您一见钟情，为了您什么都可以不要了，就是想和您在一起。寡人觉得她品行端庄，重点是长得好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也想为她求一段好的姻缘，这样才自作主张的替她告白了。我没想到闹出这么大个误会，我这才把她叫过来，让你们俩好好聊一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想死啊？不，大王真好，还帮咱们包办终身大事。就是，不知道大王身边还有没有合适的宫女呢？邵雍，还愣着干嘛？没听到大王让你们两个好好说说话吗？就是啊，好好聊聊。啊，走，快去聊聊啊，去聊聊，走，好好聊啊，慢慢来。我怎么这么聪明啊？邵大人啊，不如我们去亭子里面坐坐。好。啊，姑娘请坐。我不坐了，要不你坐。
不，说什么呢？好尴尬。要说什么呢？女孩子都喜欢谈什么呢？大王身边的人还不能让他觉得我太轻浮。哎呀，好烦。少大人在想什么？想你啊。哦，不是，我是想问姑娘，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？武术。武术？你也喜欢武术？我也喜欢。不如这样，我们俩切磋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好。不是，少勇大人，少勇大人，快起来！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打喜姑娘好身手，少勇甘拜下风。这怎么回事？干嘛打起来？大王，我跟少大人切磋武艺，不小心伤到他了。道歉啊！抱歉，少大人，让你受苦了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喂，你不是挺聪明的吗？怎么和邵雍打起来了？他问我喜欢什么，我照说了。武术，切磋一下很正常嘛。哎，你是个女孩，不应该什么女工厨艺什么的吗？为什么是武术啊？哦，我忘了我是个女人了。那我要怎么办？你说你，切磋就切磋，你还把人家给打倒了。你女人的温柔似水去哪里了？我活这么大也是头一次做女人啊，谁知道温柔似水是什么东西？行，现在指责你也没有用了，还是想想办法怎么补救吧。你一定要学会温柔。怎么温柔？你常那样？那是傻。跟我学。那看到了吗？像这样，这就是女人的姿态，懂吗？还有你说话不要太男人了，行为举止之间要散发出女人的温柔似水、高端典雅，懂吗？来，跟我一起做。从那开始啊，看着，要散发出自信的感觉，像这样。无聊，我走了。哎，这些都是基本功，你要不学的话，邵雍怎么喜欢你啊？你必须要学。我跟你说，你从基本的开始学，你就你推我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了要温柔吗？温柔。不可教也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想体验体验曾经的生活啊？姑娘，更衣了。来。哇，你是不是中邪了？一大早发什么神经？哎，我自己来。你才中邪了呢！我这不是身体力行教你什么叫温柔吗？来，擦脸。哎，走。哎呀，哎，舒服吗？右边点。好。舒服。把我刚刚做的跟邵雍做一遍。这就好了，他就会把我做错的事情忘掉？当然不会。这么容易的话，天下还有单身的女孩吗？那怎么做？色诱。去，那是勾栏女子干的事情。我
要让他体会爱情的滋润和美好，然后他习惯之后就离不开我了。这么神奇啊？那要怎么做呢？你好好学，大有前途。跟我来，来，跟我来，站这儿。告诉你啊，当你们散步的时候呢，你的手要离他很近，然后呢，走着走着忽然，哎呀，你看手牵到了，对吧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如果要想更亲密一点呢，就是在吃饭的时候，筷子不小心掉了，然后低头去捡，我也低头，然后回头说对不起，回头。幸运的话能倾倒呢。像这样，差不多。不过你这样太色了，邵雍肯定不会喜欢的。哦，这样。你到底为什么喜欢邵雍呢？因为他长得帅啊。我娘说过，男人都是潜在的负心汉，与其找个丑的，还不如找个帅的呢。我觉得我是个长得帅而且专情的人。你有霓裳，而且后宫那么多妃子，单凭这一点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负心汉。好吧，你开心就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帮你追到邵雍的。那就谢谢大王成全了，谢大王成全，谢大王成全。邵雍大人，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多谢姑娘关心，已经无碍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个人一提武术就激动，上次没有吓到你吧？还好吧，只不过我是真的不知道姑娘会有那么大的力气。哦，进宫之前我是做粗活的，所以力气会大一些。你看我这手，都是老茧。我不像那些千金小姐一样娇贵，我是田埂上的野草，生命力顽强。所以邵大人，如果你觉得我可怕，我不强求你跟我在一起，大王那里我会去说，一定不会让你为难的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挺好的啊，你很直接，很纯粹，跟你在一起很开心。真的？嗯。啊，什么情况？有人发现我是假冒的，所以要逼问我真正的大王在哪儿？不是吧？母后，你们要干什么呀？为什么把我绑起来呀？太后，您看表弟他对自己的问题根本不自知，无双也是没法子了才来叨扰太后您的。为了江山社稷，您一定要帮帮表弟啊！我有什么问题啊？你瞎扯什么呀？曼儿，你真的是太让哀家失望了。不是，儿臣做错什么了？您就失望的？你还狡辩！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竟然对一个侍卫上下其手，竟然还对他表白，你简直是丢了王族的脸！不是的，母后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呀，糟糕了，我不能说出真相，如果说了我就死定了。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曼儿，以前你做什么哀家都顺着你，按理说你喜欢谁，你想跟谁在一起，哀家不应该过问。但是你至今都无后，哀家不能让姬家的香火到了你这儿就断了。哎呀，母后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，这是个误会。误会？表弟，那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，听说那个侍卫还想以死明志呢。表弟，强人所难可不是王族的风范啊，太掉价了。哈，你还有脸说？最给王族丢脸的，所谓强人所难的，不就是你无双踪迹了吗？装什么无辜啊！母后，够了，这次母后绝对不会心慈手软的。来人，把大王关进先祖殿。啊，又是先祖殿呢，有没有点新鲜的呀？哎，母后，哎，母后，
对不起，你们干什么？哎，母后，寡人没病，母后。店内的女人都是哀家精心为你准备的，美丑胖瘦由你挑选。哀家就不信，当着祖宗的面治不好你的毛病。母后，别碰我！走开呀！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。真是活见鬼了！你的手就不能停一会儿吗？动来动去的干什么呀？怎么不说话？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老实说，我平日跟女子来往多，并没有多少跟男子单独相处的经验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情况应该说什么呢？那你喜欢我什么呢？大概是你长得帅。那么你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子？我喜欢高高瘦瘦的，柳眉、凤眼、樱桃嘴，并且行为举止大方得体，还十分精神满满的女子。你看，这不就是无双踪迹的样子吗？既然你那么喜欢无双，为什么还要一直拒绝他，还躲着他？无双啊，从小娇生惯养，什么事情都喜欢按照自己的性子来，而且还十分要面子。我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妻子，倒像是一个主子。和她在一起挺累的。这有什么？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真心爱他，就会包容他的一切，并且你也可以影响他，让他为你做出一些改变。你怎么替无双说话？你就不怕我和他在一起？你失恋吗？爱一个人就是让他快乐，如果不快乐，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你别看无双总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其实他的身世也挺可怜的。站住！别跑！姑娘长得不错啊，来，跟哥哥回去做压寨夫人吧！啊！救命啊！住手！这光天化日之下调戏女子的，还有没有王法？这是老子的地盘，老子就是王法。走，走。多谢公子出手相救，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愿为公子献一支舞可好？一支舞，好啊。雪狐，我是一介武夫，不懂得什么风花雪月、甜言蜜语。我今天就想告诉你，我想对你好。能够遇到王爷，是雪狐一辈子的福气。妾身愿意陪在王爷身边，一辈子不离不弃。雪狐，给本王生一个小王爷吧。将来我们爷儿俩
一起保护你。可是我喜欢女孩。女孩啊，女孩好，跟你一样温柔漂亮。那以后本王就保护你们2个。嗯。报！参见王爷。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我去就回。走，正堂说。可是东陵王这一去，就直接去了战场，留下了雪狐一个人。王爷去边关打仗，走得匆忙，他让属下来告知姑娘莫担心，好生在府内等他回来就是。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诺。从此之后，雪狐便一个人，默默地在王府里，等待王爷回来。王爷，雪狐会等着你的。王爷，雪狐姑娘的书信。快，下去。诺。王爷，展信安，一别半年，虽有书信了解相思，然切念王爷之心更重，愿王爷保重身体，早日凯旋。雪狐，等我回家。本王回来了。王爷回来了，总机，快叫父王啊！父王。雪狐呢？他怎么不来迎接本王？我娘亲她走了，去了很远的地方。守了这么多年的童子之身，本来想把自己完完整整的献给最爱的女人，全让你给废了。你是童子之身。大王有令，无双踪迹造谣生事，有损王室威仪，特贬至奴隶营受罚。哦，11点了，我要直播了，你别说话。Hello， 大家中午好。我在吃午饭。都是些什么鸡胸肉啊、西兰花、什么土豆泥什么的，特别健康。我其实不瘦的，不瘦，我就是上镜看起来瘦而已。我其实这人真的不瘦的。哎呀，我保持身材嘛，没办法。其实我饭量一点都不大的。哎呀，那艘游艇啊，好车哦！谢谢，您太客气了。哎呦，这个叫什么？全世界最帅人，你果然是全世界最帅的人。比心，爱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太有意思了。爱的。哎，谢谢你们，太客气了。爱你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法拉利、保时捷，哎，有没有宝马？我比较喜欢宝马，有没有？果然有。哎，谢谢你们，太客气了。爱你。宝马有宝马，或者那个什么这也行。哎呀，最近有什么说什么啊？哎，最近有一个特别好看的电影，哎，你们看了吗？哎呀，我是你大王，哇，这个叫我是你大王的朋友，你太大方了。保时捷、法拉利，你什么都送了，果然跟你名字一样，我是你大。是你掉了。我是你大王。乔干妈。